豆嘅啊！豆嘅你聽到我聲啊？豆嘅，你做咩天天叫我豆嘅？我未聽到你聲，等我 make sure 聽有噃？ audio set up 好先先。啊，豆嘅講話嚇，聽有噃？好啦。嗯，豆嘅你聽到我 OK 哦？ loud and clear。我講，我咪先聽我聽到，有嘣嘣嘣聽到。有。OK 好，好，有聽就好。阿龍啊！ Yes，什麼數？即個迄個 Chinese Jacker 啊，華語叫做咩？唔係福建話叫咩 ？Chinese Jacker 是安怎樣？我冇未記啊。你中國唱機咯？唱機是哦。唱機啊！我叫唱，你唱，你唱。Chinese Jacker 是這樣子啊？係咩啊？啊，我哋咩？你知咩事哦？我係新嘅特別嘉賓啊。一爸是 Czechoslovakian 咧，一媽是 Chinese 嘛，所以講佢係 Chinese Jacker。一巴係咩？一爸係咩啊？你怎麼講一碼先？一碼個是一巴？一爸是 Czechoslovakian。哎呦，我真suka Czechoslovakia。呢是我係 favorite European language 嚟咋 ，favorite 咋，我第一 suka 就是 Czech。我未曉，我同佢啲 O 掉。我未學白機係我講我幾學白，我幾學白機，我未曉講啊。你未曉？講暗我怎麼先你聽講？我有cousins 啲Praha。哦 Praha。哦，你是啊，想要學誒。你會曉講河南話？會曉。我囝講我講河南話真係 funny 啊！哦，你驚有講河南話咩？我學 everything 啦，就愛學啦。你驚有學河南本啊？我會曉講 Cantonese。我未學誒，你看我未學誒。哦。我未學誒。我講 Cantonese，人係咧 Cantonese 人講，哦，你唔是 Cantonese 啊 ？Well， 你講阿莫邊呢？你講阿莫邊人講咧就直嘅。Yes，我住喺 Malaysia 時，我買菜哦。我教你 Chinese man 講福建話，佢教我講，哦 please 唔係講話，唔係講 Chinese，你個都未得閒講你邊個？個呢？Ani weird 呀，ani funny。But then what I practice because 我真係suka Hokkien，Penang Hokkien especially。好，你看英國中嚟搞啊，不到你就講啊，你對講10句9句入面就是係講福建話啦。Yeah。你講我講聽，你聽嗰時靈話，你出嚟參冇人講嗰時靈話，參人講嘅時候，你逼你個鏡頭，然後講較上較濟嘅意思啊。absorb 啦。對，你講用對。即個金配你會知乜未？未喎，我冇看到喎。如果真係未看到啊，咁人就接啦，才咁樣接啊。你說我直接講喎。你條 band 咧嗬？我講 band 話，你 band 話是哦。個人啊。有John，我不是冇我日股我都看到，我都會 join 咗就。哦 ，maybe 是 Google 嘅數啦，金配。但係你寫到整啊金配。係咪數咧？我未曉，你第教我介紹就係你就我。I think sometimes problem 是唔是你 ？sometimes problem 是伊個 server 啊，你 Google Hangout 嘅 server。你冇 show up，喂 link，你去看你嘅 page 冇 show up 喎。唔知當機咪等嘛？唔，就是當機嘛，馬來西亞 internet 不好啦，不好使咯，就是爭攞曬擺啦，迄個 cable 即個線。哦，對啊。伊就對。你得去海底位啊？準海底嘅位啊，就是香港咁馬來亞嘅中嘅線。伊有得係到伊啊，就當機咪 internet 啊有。是啊啦，我咪對人就好啊。我喺你冇講說，Malaysia internet 是係好似冇好嘅。你特別咪見到那時我對起嚟講，咱特別咧係直頭見面啊嘛，唔用 internet 啊嘛。OK， 嚟。我冇可見你冇喎。你冇看到你，咪見到你度整嘅曬啦，咁配 OK 嘛？你聲就水。
定係女人呢？我要咁多 value 啊！我舊尾嘅就我本時除咗日股，我每個日股就是冇看到係 join hang out 喺裏邊有。哦。咁怪哦！我睇住除咗任正嗰啲啊。哦，唔要緊啦，我會被隨便丟嚟嚟 Skype。你回咗，我嗰日咧阿 John 嗰啲講話係咪啊？ketinggalan pulau-puluhan zaman itu tuh. Mui punnya ko mui nam sai ko si choi be tiêu go lu zo. OK 啦，OK 啦，落正嘅使啦。Soal what is Skype lah. Skype bisa. OK, tongkim baru hantu punya top. Nam sai boy. Nam sai tahu aku kunyo. Oh, kunyo, ayo lu kong. OK. Kau kan si啊 ，Rain 是幾啊？嘅波子，好似嘅波子。哦，嘅波子 ，OK。Alright。知你到啦，啲咪呢落影掉。呢度啲接掉啊，係啊。喲。你我知啊，佢你想水嘅時候冇趁接。你別晒你講 OK。我第傻啦，你見到我留啲 Skype 啊 ？OK，嗰時經過真係嗰時經過，兩年水泡水啊！ Oh sorry。其實我嗰時傾，呢個時住阿涵呢？阿涵講未來嘛？阿涵Presley 有得傾啊。嘅報紙啊，是lúc 梅話講佢到落俾你係咪煮嘅時候？邊咪招啊？招嘛？是啊，我未記係咪梅話，我本冇去答伊哦。你 at 我係 Skype 啊，我講。我未，我冇。嘅報紙啊，你 internet 到新加坡呢，barrier 是你對邊呢？冇啊，我邊只十幾大，十幾人掠條嘢做。哦，別看你聲對，當根本對個。當基本一天，當個啦 share 一天個啦佢是咯。冇嗱。阿涵入來喂，阿涵。OK， 當今 Skype 有幾個人 ？Skype 有4個人嚇。Skype 有一間就係另外一間是咩啊？你到底 Skype 嘅人就報名講嘅名就係 Skype 嘅人。Skype 嘅人名裏面有800幾咯，有800幾咯，有咁配咯，一個就住喺另外一間。你名咩？灰，你名咩灰？7號。哦，7號 ，OK。7號。7號唔係老椒咩？7號㗎。7號是老椒喎。阿涵呢？阿涵冇嚟過，阿涵。我叫阿涵同佢嚟啊，阿涵冇。OK， 咱實啦，喂，涵對咩 topic？ 撲機啦。希望 record 咧，我 start 咧 live 啊 ，OK 10個人啊，歹勢。各位聽眾，歡迎你人來到檳城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能夠在度對你講句嘅故事，感謝你人來邊嚟福建嘅現場，嘅節目真可以看到你人㗎啦來。有可能我放這 episode 是過嘅時候，我 show 已經是過，唔知啊，我就去算下。了，這個禮拜我能講幾個數嘅朋友是幾間老椒阿龍歡迎。Iya, apa kau tak tintang lo? Ngapain minyak kau tak tintang? Lihat. Kia. Oh, kau nak sudah leng. Lihat kau lao mò hoa nền. Trái kế hô.
阿婆唔知到底阿炳有幾個數哦，肯定到底。有了。耶！邊個嘅鬼？了，個有到底新加坡嘅報紙歡迎。嘅寶龜嚟了，了個嘢俾嚟接冇吞接你，除個巴士真正嘅菜店啊，歡迎。誒，真菜店啊都招笑嘅頂面。唔是招笑啊，係是你 Christmas and Decor 誒。我成個招笑個對。我清楚啦噃。發掉。超面咯！我咧成日招笑啦，特別去看咧 YouTube 去看啲招笑啊。誒，你講去看菜店咩？你骨招。夠啦！看菜店咩？佢招笑啊！一招出來了，一女掉出來。sorry 鬼告訴แล้วก็Skype 入邊嘅7號歡迎。大家好。因為我 echo 冇咩檔嘅，有人聽到我 echo 檔嘅話。當劍冇較早是。當劍咧？OK。OK，แล้วก็7號，แล้วก็老椒乾配歡迎。大家好。真係冇咩檔嘅，我 echo 兩聽就檔我 echo， 真係我笑嘅。但係要有隻誒啦，呢個冇戲啊。Testing 冇咩檔咋 ？Hello， 聽住啊 ，interrupt 喂鬼嘢告訴，真係冇咩檔啊，macam echo 呢？真係冇咩檔。Mengapa tak datang? Saya punya echo。Hello， nè kakui có su ok แล้วก็จู่ๆก็อาหาร I press the wrong thing again โอเคแต่ว่าก็แกอาหารแล้วก็สินเจ้า頭先擺嚟กำลัง講鬼嘅故事200集頂到攏聽鬼伊是叫盧卡布啊當然特別講嚟講去變做200集呀200集歡迎Huan Ling, is that correct? Huan Eng. Huan Eng. Huan Eng actually Huan Eng 是人講話講Huan Eng啊，你使講大家好嚇。大家好。搞得人好。OK 200集呢200集是新招來個啦，一定要。我講頭一首嘅時，後尾未了嘅時，個在馬所以當然就真係這樣咯。200集是一半阿嬤，一半鄧人，對，一邊白啊，阿嬤白啊。誒，我係馬將白啊。哦，你馬本白啊，你馬甲白叫你包嘅你。將白一部去 sunlight 嗰個 umbrella everywhere。雨傘叫雨傘。OK。我講聽啦，英國中有一本嘅 notebook 嘅啦，一寫起來新嘅字，還是一寫無你想對嘅字，寫起來一本出嚟會。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7號開始我排7號。介紹。咁配咧？介紹啊！OK，來感謝各位聽眾啦，講鬼故事。這禮拜咧，我會學阿嬤講聲，我要聽阿嬤鬼嘅故事。等陣嚇 ，OK， 我掉啦。我當今大位是老店廚啦。有。有。我在拍手機啊！你講。拍手機是。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อ้ปังกิ้งจังก็ปลังไอ้ตัว因为就是伊是伊嘅壁伊有寫一個伊有拍新嘅冊個了特別有這個視覺嘅位伊存落來伊無拍冊啦因為伊迄邊寫這個湖
อังกอร์ฮูอังกอร์ฮูแล้วลูกขี้ให้ได้เจ้าหลงให้เป็นสิก็เจ้าหลงเดอะโฮเวย์ฮะกอคากินั่นกูจินฮะกอคากิอย่างก็เป็นกอคากิ唔知อีสิลายบินโอเค行路ให้เป็นอี掉真正濟迄個阿媽姐嘅效應嗰陣時阿媽姐嘅效應，แล้ว白嘅，就是後掉我搬來嘅時，伊就 start 教我講我這邊應該有鬼啊，係咪啦？我報暑假我頭先2-3禮拜頭2-3禮拜我困無好啦，แล้ว我暗暝去幫助我真係驚，我都行到迄邊逐擺就是聽到台灣人教我講我行嘅時，我就讀迄個念迄迄個唵嘛咪叭咪吽，唵嘛咪叭咪吽，安尼看咧，我就安尼看開ขี้จำบันแล้วที่ใจว่าบอกขวาเดียวมีนะเดี๋ยวไอ้ของขวาอะไรหูเลยหูว่าให้แถวนี้ตั้งใจว่า因为我ขี่到迄邊伊個 internet 伊個 wifi 冇ขี่啊迄ตั้งใจ我就ขี่迄สิบแล้วเจ้า係แล้ว後面人講實在是伊วันเต้是迄個後背我後背有樓梯即係人迄個阿媽姐大迄邊有人捌看到阿媽姐嘅龜是伊是行到我嘅後背啦，特別我家己唔捌看過，特別我接來嘅時我本家己講因為人教因為後條教安尼講我就驚啦，我就去困，尾我去困嘅時我就家己講我是來這邊我大腦開節大腦女對話好啦，你講你咪教咪來考阿冇，你感覺到你看對鬼嘅看法有蝦米改變？聽了邊咧福建，但你月節聽鬼故事有對你對鬼嘅看法有咩改變咯？我講無改變，安尼濟啦，就是因為我細漢嘅時我逐擺是聽毛利嘅同學講伊嘅家己嘅鬼嘅故事啦，所以伊人本真正假嘅故事啦，真正吉利嘅故事。其實我真濟年無聽，因為我真濟年無談大뉴斯啦，所以當然我暑假聽啦，迄個邊人福建嘅鬼故事就是互我想到我細漢嘅時啊。你有哪時聽到邊人福建講鬼故事了，當今到啲邊人嘅時，伊是你氣氛較刺激。有啊，就是有咧位有淡薄。就是有啲會暗就是老厝你現在呢厝講嘅老鬼老厝就看到老厝就冇驚有時有咧就是後條後我看一個你看一個看到你就知伊有限度就是我唔知是倒落伊個對面是衝刷啦是綁來嘅，我背記後條就知啦，伊特別好我看啦。伊講這個我背記啦，這個老鳥是大迄邊頭我迄邊是大真正大嘅厝大間背記是倒落。我要甲這個我白記講下，我白記Yes。你但我看到你個人講話 ，in case 你看你咩事講話什麼時候，你使 help mute 你嘅 Skype 哦。Yes。你 mute 你 Skype 啦。Sorry。所以我今日聽到你講話嘛，可能你講係咪 secret 你 bank 幾號？冇啦。
OK， John 啊，哈，你好我講我 story 咧，我 because you know why？我第一去 shopping for 我第一 bake for Christmas 啊。哦，OK，嚟你講先。Then 我 next week 我 follow 你 next podcast。OK，嚟你講。Sorry 啊，sorry。No problem，嚟講先，你。OK，我係young girl 是啦 ，teenager 是啊，我跟我 friends 去 disco 啊。แล้ว我能處這是到底得嚟 ？TKL。TKL OK。แล้ว我能去 disco 時候，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對我 friend 處啦，我能跟了 about 5 girls 啊。查某啊。個傾查某查某，is it 查某？查某對。OK， and then 我能去了時候，我能對嘅是處mother 處真係大間嘅，雜間嘅房間嘅，入 jalan 入先嘅咯。And then 啊，咱接嚟妹嘅時啊，我能行接 just 行慢慢行，咧 suddenly 我能聽到一個 movement 啊，一看 to the left 啊 ，left 是叫咩？刀柄，看行刀柄啊 ，and then 聽到伊 grandfather。grandfather 死了誒，你知？grandfather floating 啊，佢撲掉。伊撲掉啦 ，coming。你人隔了人看到個傾人看到。隔了看到我人走起啊！我 I think 我人唔捌走你快咩啊？我走入去房間，隔了 under 你 comforter 啊。冚佢多啲。I know 驚死人 ，but then 伊無 ugly 啊，伊 just 睇到伊成個伊 grandfather 呢，但係無開就睇，成個 floating 嘅啊。真係 is short story 啦 ，but it's just like 我 goosebumps 嘅了。goosebumps 叫咩啊？魔鬼腸。OK， but until today 我對我會去啊，真係我睇那本魔鬼腸啊。你俾做一點都就係看到，你看到是伊變成個冰成個泡湯成個看到爛。冰 and then 無驚啦 ，just that 我能知伊死了嘛。Exactly 伊人啦 ，you know。特別伊卡，你講未看到卡誒？無看到卡，伊正個 above ground 嘅呢，你知冇？是 coming towards us 了正，哇！我能跳起，你房間啊，哇！你快哦！哇！你一擺年啦，你個冇看到人白打冇上經驗喎。我唔捌看過啦 ，but that one time 啦 ，but then 我 last time 我做工喺 Malaysia 做工一個 lawyer 嘅 firm 啊。伊隻 lawyer 有女啊，伊買攞間嘅大間嘅 bungalow 啊，咧伊 join 喺你厝咁啊。one of the house next door 是 haunted 嘅陽光啦。咧我 boss 啊。what is that called? Cowardly. Gable. What? Gable. like 成個雞啊 chicken 啊雞。雜包嘅雞啦 ，chicken 雜包嘅雞啦。then 伊做工 late 嘅時 make 我陪伊啊 ，because 無打伊無打。無打。แล้ว伊叫我雜包去冚下你 lights 嘅了。伊等條你面到你去冚下你 lights 啊。個我無驚咩無咩通驚啦。你要看到啲朋友講譜咧，嗰啲驚。I know， until today 我會去啊，驚死人。But then 伊 die peacefully 嘛。But then 我能有去伊嘅 funeral 嘛，所以我能知哦。知我看到哇，咩無講話，本來就跳起去呢款啊。Was just like crazy。你迄邊伊個，你行去嘅時，你是看到伊個位是貴貴啊，是冚開啊，看到伊啊，身裝冰冰。我諗無開開啦 ，because 咱接觸嘛，唔係個招人嘛。所以你看到伊嘅時是暗暗嘅時看到啊？無啦，唔是暗啦 ，you know， 有 night light，you know，like 伊 mother leave 個 light 荷蘭嘛 ，because 查某對厝安尼 late，like。3點放細拍開你看啦，所以看到係咯，特別細拍開。你安怎知講伊是到底是無卡，是伊卡鋪掉到啲頭卡？無啊，唔知做咩事啊，無伊問啊無卡有卡啦，伊是嘛是有卡。特別你看到是？看到伊來到即係人會時候，伊無卡，just 成個伊 long Chinese pajamas 啊。哦，呀，見你，
一冚掉一冚啦。buat anwan saga pupu, you know like Sangat on the skate na. Sangat skate dia na kukut na sa glide dia na. And then above ground na si kong. Oh, ko above ground ko. Oh yo. That's why it's sangat floating Yo, I know. And then you saga like a mist around it. Oh, so tabo bubu na hun na. It was like a real horror show Sangat kiasi lang Oh. Opus ka ko kia. Yo, 我是搞。我驚。感謝我白機。叫我翁對我去正經。哦。你會去我對我翁對我去正經Okay, bye. Okay, patao ko lang 참가 ka lang. Yes, for sure. Tana wa chai antwa sa jeep. Igoy. Hang out tama wa pun be jeep hang out. Hang out I think a problem sometimes. Problem because why internet is very good. So I think internet issue. 我講聽一個嘅時話到底一個嘅錄音嘅時應該是我 still 到底變難過，所以應該是冇做，所以特別當個幾個我個做呢 regular recording 啦。Hopefully 你幾個嘅時。You send 我的 email，我 always 睇你 email。from 你 Google Plus 嘅 email 嚇。Google Plus 嘅 invite Okay, good。感謝哈，白機感謝。Bye everyone。Bye bye。Everyone 點講啊？咖喱人。咖喱人 ，OK， I remember。拜拜。哎呀，超味咯！依家超味。OK，嚟佢哋啲個唔是你撳配。John 我講一個我困我未打鼾我困起這裡。我梗係冇後面呀，我白記嗰時困。唔是我白龍河我特別 practice 咋困嘅數都滯所以我舊家11點馬來西亞點上我都真正愛困嘅。咪就你看啊，做咩事都要 practice 咋困？因為我愛調我嘅 hormone 所以我就愛 before 11點半我就要困咯。OK。我定期嘅時我這個幾個就是馬來西亞人最 famous 係跟篤啊。OK， 這告訴伊是發生喺我大媽嘅auntie㗎了誒。我大媽嘅auntie人就去嗰邊成隨便去咯。隨便去就去邊睡房間咯然後伊就甲人講愛房間，人甲講無了。講你安排互人咯，了就安排一間房間互人咯。然後入去就係人嘅物件嘛休息一下咯，休息一下洗面啦、換衫啦，然後就出去咯。這是最近嘅。大姑應該是1年前嘅呢款啦。然後人入到學堂人洗面下面常常是會較亂啊，無你常常是去曉你嘅luggage下面甲了嘅嘛，是唔是？然後人是4個人一間房間嘅。你人啲撿物件啲洗面下面嘅時都有人來卡門咗，都一個煩惱來卡門。你講人入唔到房間嘅你人啲就解正，我講無人入到，伊個日格可以看解講。對誒，你看這個房間是黃誒。你講唔對，人入唔到房間了。你講，哎呀，我咪甲你講啊，這房間是黃誒嘛，較霉啊咯。แล้ว佢又嘅嗰隻嘅煩惱嚟嘅，講人入唔到房間了，人就要換，這房間唔是人嘅，人袂使困這間房間嘅。因為來說講，這房間是黃嘅，做咩事咯？你奇怪，你哋叫人搬房間？無相人啦，無相人嚟去教人講。無相人。你後尾時有冇無插銷就做樣嘅物件，人就出門出門暗暝對來時一開房間入去伊個房間是下面本無誒。空啊？規間房間空㗎了誒。下面本無誒，伊就是講伊個luggage甲了無甲了去咯。人嘛是嚇到誒，可能慢慢想要安怎好樣嘅物件甲了佇內面嘛，然後嘛走落去樓骹甲伊個查某講我嘅物件無甲了去啊咯，
咧就我甲講你買健壯，你買健壯我甲你包脆。你講奇怪嘅，因為樣嘅物件是曉甲亂嘅嘛，係大啦沙咪本片你迄個門窗面頂嘅，安總係馬路接個房間是上啊完全新嘅房間嘅橋櫃嘅，反正嘅 housekeeping 嘅橋櫃甲了我咯。你係是係查某解釋係解吹嗬，吹到樣嘅 luggage 了。咧樣嘅物件吼，是伫迄間房間嘅隔壁間。你吹到嘅時候，伊拉嘅個咧是擺甲水嘅。好像看到即個冇見好我小英我嘅驚咧。房間嘅吼，就咪講嘅時候。叫我小英，你看攏看到嘅啦嘛濟了。哎呦，我打馬去翕啊！我有一個湖啊！湖啊！湖嘅水嚟是哩。這湖我係變成嘅邊啊！哇，去到變成邊啊呀！我買波比魯嘛。波比魯。波比蛙啦。是啦，我係都見咩冇睇好困啊！係啦，你困嘅時候，你喺一邊無想講聽到人唱開嘅就聲，係冇啊？我今日是聽到迄個，就是頂擺講幾個故事，是講個對到迄個 crinkle 嘅聲。哎呀，我就是頂到時到咧嘟學到嘅時聽到咯。我那特別講那是我自己我落一行是吹一做落，即你驚起來時，你後面自為你特你去啊，成日聽到細後面嘅叮當㗎啦，你冇聽到㗎了誒。咩啊？伊學先卡數都冇聽到。伊係網下潮冇聽到。你學到伊學到到底是伊樣嘅物件，即係樣即係把自己幾隻物質啦，條經。刷去另外一間。你韓拿布解刷去另外一間，迄間房間是迄個解人講嘅韓拿布嘅，你明唔明？總吼就是講人入去西邊嘅時，韓拿布就講人大唔掉房間，因為這房間是亂。伊是warning樣啊，佢是無啊，就講即。你根本就是好愛房間啊，都冇咩問題嘛。你樣除掉樣嘅垃圾嘅時候是擺甲水水嘅，是第一隔壁房間擺甲水水嘅，嗰個人條好擺到對水水係人。特別嗰啲哦。有淡薄嗰啲啊，特別伊不是水好嘅咯，伊有冇做伊啊？水好嘅。伊冇做伊樣。其實即係我寫嘅時我冇觀察㗎了。我聽到就係用人講鬼是。就但係鬼門是嚟做小嘅鬼係咯，你鬼是就樣是成啊差亂啊那款。伊是樣是叫差亂，伊是個人，總之伊是鬼嚟講下，伊嚟個人 communicate 下，咱就咁解釋伊是差亂嘅呀。唔是，有你是差小嘅怪姑娘。你不好你知啊個啲。對。你不好你知個啲數，所以用嚟想。好多仔講講 OK， 我到這邊啦，咯。是哦。本是驚。驚我後頭陣時講大咧，我哋學到我係驚較少嘅。你咪時間啲人講好啫啊！若是講好嗱1月3號時，我係話人講好咯，嘛。After 我咪簽名第3日小做了時出嚟 check 嘅，我講人話人講好咯。你係學畫嘅呢款？我個畫咧，先就。阿 John，你唔是愛跳檔先啊？我愛跳檔啊！阿 John 係 work 嘅部嘅湖。意思跟啊，你叫嚟朱古力呢湖寫晒。嚇？朱古力湖啊！我是我只隻湖啊！我是只 fish 啊！แล้วก็即係新加坡嘅布基尼，嘅布基，OK，變靚件啊，變靚件。兩個人 good night 嚇，誒，仲有個參論講啊。咁會變靚件 ，OK。
誒，我嚇對 ，OK，我啲 WhatsApp 同你講嚇，OK 啊，拜，OK，拜。你 send 我 WhatsApp，OK，solo 啊，對㗎。好，佔咯，拜拜。OK，咕哩，拜拜。OK，拜拜。哦，我真久冇咁配啊嘛，一年較嘅啊，冇佢哋咁配。我唔捌拄過阿嬷，我真係要今日拄到阿嬷。阿嬷，你講你未來我 show 啊？我未來，我迄陣時我已經佇上地了。哦。因為我到上地對去啦，我甲伊一個朋友講好了啊，就希望去清邁對伊啊。所以我本來愛住較久啊，特別怎講啊？我朋友來啊，我白去食飯。我想講你是較早來啊。哦。安排唔錯。特別佢會拄着咧，因為我19號啊、20號、21號對搞到誒點樣啊？21號，我想試試個21號卡。即係10條長心。教會 BB 話想試要 hit 嘅21號。係 BB 實在嘛？係啊。嚇。是雜去對啊。แล้ว我是19號教本，我19號教檳城。19號對。Apple 教檳城แล้ว20號時我有一個 all day 物件，所以20號邊然後特別21號特別要緊特別搣呢。21號時。20號誒。時都冇穿啊。冇心情。你佢走21號啊？21號啦，我是單路對來了，我甲去上地。對。哦 ，OK。我是單路掉了就。Union is why primary school reunion。20號，所以必21號特別。21號是喂，20號是21號是禮拜啦嘛對哦。是啊。哦，你對，21號 A，21號 A，我有想講卡拉 OK 還是 something 特別，但我make sure 面對翻21號。OK，แล้วเก็บปุ๊จี啊，聽到哦，聽到哦。較好啦。OK，so 我 OK，我 usually format 我講一個好笑嘅啦，我話老實講㗎係咩嘢啦。so 昨晚講我係講媽嘛，所以講古早大吉他係邊做後調嘅嘛，所以伊古早是大到伊個學堂那邊咯。OK， 所以大到學堂那邊，伊個迄個compound 那邊咧，伊規家人咯，我直啦，我哥啦，咁樣了做一個大咯。有人啊大邊。然後古早我媽姑飼雞嘅話，因為做後調冇咪累嘛，所以大伊迄個公包那邊會飼咯。所以特別伊人有一個真奇怪嘅 rule 咯，就是講伊到暗暝嘅時啦，伊天氣暗呀啦，伊人都袂使出門啦。哦。because แล้ว伊人是蝦米事啊？你看你迄個 rule 咧是因為哦。安怎就知哦？伊人講迄邊有4老闆呢。哦。แล้ว甲刺激嘅，甲奇怪嘅是蝦米事？就係我媽哦，伊拍衫啦，伊拍衫就是早起就拍衫，暗暝就丟收了嘅，伊袂使放到外口。แล้ว蝦米事咧？是因為哦，伊人有幾擺伊人袂記哦，放到外口袂記哦，第2日哦，伊看到我係講嘅底褲啦、衫，蝦米個了我多手掌頭頂。哦。แล้วกู不要緊喎，แล้ว伊看到我，就是講我係講嘅底褲，古早人穿迄款迄款 boxer 嘛，4塊底褲嘛嘛，伊有那個鐵，安款嘅鐵安款嚟食嘅喎，就是講那個何你是老闆咯，切喙啊喎，出去，人講何是老闆切喙啊，伊出去揪條破去。有淡薄血啊，淡薄草啊，都可能食嘅喎。哦。所以伊人古早都係try一啲種奇奇怪嘅物件咯。แล้ว伊人講伊人嘅 canteen 嘅邊門是有看到那個暗暝就是看到有影啊，咁樣走嚟走去咯。所以迄個是一個啦，แล้ว個一個是我係直咧，伊是artist 嚟啦。
所以伊古早伊常常去檳城，伊去做伊迄個 exhibition 啊，蝦米物件個了，伊就去伊有大檳城嘅咯。所以伊有一幫咧，伊大檳城就是咧，伊做伊 exhibition 做一隻久嘛，所以嘛睡一間老厝大咯。OK， 所以伊睡一間老厝大，那個做伊 art studio 的話，แล้ว伊是那個 photographer 的話嘛，所以伊翕相影嘅嘛，แล้ว伊就多係俾伊擺迄個 art 咯，所以特別伊擺 art 咯，真正個理嘅喎。伊有一個咧，伊一個 art 咧是伊夾迄個款古早嘅酒紅啊，迄個款大大嘅酒紅嘅人夾嚟浸物件啊，伊夾迄個酒紅，แล้ว夾迄個酒，แล้ว浸，แล้ว內邊咧浸一個 face mask。呀！อันนั้นปังแล้วตัว用你起來看你那邊啊是咯，你ปังตัว迄個樓梯嘅壁喎，樓梯邊啊喎，你行起來嘅時候看到，你就斜起者。你硬嘅諗要隻邊啊，嗱看起來，看出來。啊是咯，แล้วอีกูจะเลย是อีกอย่างที่เลยกูจะหลังอันเจ้าก็งาหลังว่าบดได้ที่เลยตัวเต็งอ่ะนั่นเกี่ยวกับนี่makeup table นะฮะน่ะso 伊迄個鏡後尾哦，伊 instead 伊放一個 mirror， 伊放一個鏡，伊放那個一塊玻璃咧，後尾放一個小影。特別小影咧，伊就用伊迄個 technique 哦，所以伊學迄個小影嘅人哦，無變嘅喎。呀！所以你徛去頭前，你一徛去頭前哦，那個看到一個查某無變嘅，都看了路啊，反喎。食迄款古古怪怪嘅物件個了啦，所以人就講迄間厝 already 有鬼了，特別伊個走去變大，แล้ว個放安怎奇怪嘅物件，แล้ว伊個一個暑假，迄時一個暑假咧，伊買迄款古早嘅人做去帶迄個布條啊，去帶迄個布條，伊古早是人畫嘅嘛，用手畫真水嘅嘛。所以伊買到一個咧是唔知國係咪迄個周潤發還是成龍嘅戲啊？แล้ว是成龍是周潤發，伊嗰陣一個目睭夾了一支青嘅，嗰陣幾條路你知哦？所以伊放了伊嘅迄個壁位，แล้ว安怎擺掉咯，擺掉伊廳位咯。所以伊廳迄邊對面是一個窗啊就是夾一條街路，就是對面人嘅厝啊嘛。所以有一日早起，有一個安弟哦，伊對面迄個安弟哦，伊早起開窗啊，然後迄位這時窗啊冇開掉，早起就開窗啊，看到那個一個人看了伊，然後伊就怕掉，然後就人講有鬼哦。其實是伊個 exhibition 嚟啦。伊 exhibition 嚟。所以我直頭喺邊大好久啦，然後。就擺講驚咯，聽到有樓頂有聲啦，有鬼啊，有蝦米物件咯。伊個 location 是在布袋邊咯。所以這裡是第二個，然後第三個咧是少聲。會使？我有兩個人把你個接來，一個是秋樂啦。歡迎，阿樂你咪 mute 掉個。Hello，曉樂，誒，那個另外一件是住來知，你是住啊 ？Hello，是你是住，你名咩？我是治療，是新疆呀？你是新疆啊？我去過知道啦。我去過知道，頂到你叫咩名？我未記得咩考拉關咗點樣？高拉關啊！高拉關，你咪去佢知道頂到是隻股啊？隻股啊！講啲鋪地位。哦，講你厝，你鋪地，講我你厝。我哋山河誒。對，我記錄，按到吧？冇啦。唔知什麼啲字講，哎呦，按到就住啊！未記啊 ，anyway，OK， 來歡迎你名咩高拉關啊？定擺事啊！當今有新嘅未啊？當今有新嘅。高拉關咩使？誒，高拉關你愛來咪？來咯。1月3號啊？幾號？1月3號，檳城福建嘅慶祝10年。
做本嚟學見10年就跌本嚟 back 嘅。變靚 back 嘅，會啊，呢個3號拜幾嚟？拜六。OK 啊。即係多你去看，特別只我俾只人嚟啊，冇你個報告啊。我會使加一人啊。我去請只人嚟咯，個請秘書嚟唱歌。就買 ticket 了。買 ticket free 自己，特別我是講，你去搞嗰時話有學 donation for 你 musician 樣啊，แล้วก็學你所在位所會，可能特別免你係你買後咁樣。OK， ลอง講啲點我聽。แล้วก็我รู้สึก嚟聽了。你冇鬼告訴講咩？唔敢講。你唔敢講，我愛聽嚟。冇鬼告訴我，冇鬼告訴。嗰時嚟逗留咗。OK。你冇嚟啊，你？嚇？你估冇嚟啊？冇應啊。冇聽本啊，我真係都聽到，你就再講我有佢一個3號啊嘛。成個冇聽。你叫我自己我特登聽是不是啲office 做公司？然後當見冇做啊嘛。做 freelance 㗎，你自己 freelance 喎。freelance 做咪使辦？冇啦，少。而家聽北京環境路到啲嚟。曉樂。曉樂。冇。特登嚟再幾個時先嚟聽啦。當聽你使用 Skype 聽哦。你使唔使用 Skype？I mean 你使用嗰啲 YouTube 嘅 channel 聽嘛？特別唔要緊啊，冇講，unless 有人會接嚟啦。7號即係幾個時7號嚟？OK。7號嚟講下。聽清楚我講嘅。真清楚，真正清。OK， actually 是我係真久嘅按怎講？同學啊，同學嚇。OK，he actually 伊有一種嘅病是講按怎講啊？冇叫 depression。憂鬱症。出啊，係咪？憂鬱症。depression。鬱出啊。憂鬱症啊。OK， 憂鬱症啦 ，OK。So 伊有故事 behind this 啦。OK， 啲人一路嚟講我捌伊是10幾年啊，15年了嘅。So since 中學嗰個同金咧是真好嘅朋友咯。特別一路嚟，一人是真好了，會傾嘅，了會笑，了 something 會伊敢有 depression 嘅一種 emotional imbalance 啦。OK， 所以 actually 要聽到要攞嚟 encounter 咗，攞到 encounter 咗嗱3年嘅。聽到大只細漢嘅時咧，伊是大8,000波邊大嘅。8,000波下咧，下邊在下咧係咪 PDB 啊？下咧，我就講下咧水係咪啊？水公司咯。公司所入邊有8,000波入邊5層樓嘅厝嘅嘛。厝了下咧教管嘅啦。所以伊是大其中一間合併咯。所以嗰陣時伊有伊 family consist of 伊嘅 mother、father 加伊嘅little sister 啦。所以嗰陣時嚟講，伊爸媽跟內小妹。冇，一個小妹嘅。小妹。是你家庭嘅人咯。所以嗰陣時伊人嘅 family 是真正 harmonious。你朋友唔是查某嚟啦？冇，我朋友已經查甫嚟。你嗰個係內 sister？冇，但係冇咩？我是講伊有另外。OK， 你另外一個 sister OK 啦，伊小妹啊。即伊家伊攞一個小妹咯 ，which means 攞嚟 siblings 咯。了伊有一陣暗暝時候，伊去伊嘅站辦，伊厝是4間嘅，2間，會使講2間 bedroom 咯。了一個是伊嘅灶卡是 connected to 邊有一間嘅站辦嘅。了伊結咗啦，講起結咗，佢走去站辦合併一個人咯。了 at the same time，佢 family members 是帶灶卡，冇想為合併啦，做啦佢見面嘅咯。
依家平時吼，伊冚門時，冚伊砧板門時吼，伊砧板門頭前有一部鏡嘅，一個 mirror 嘅。然後伊企喺邊，然後看伊目睭閃一邊哦，伊看去 mirror 哦，伊也徛到一個查某。我第一見啊看你啊，鬼係啲笑嘅還是？特別嗰不是 uniform 不是就係查某白成衫，長頭毛髮無面。哦。特別好，你想看還是講啊？這鬼世界鬼嘅咧是上字，看嚟就無用。聊。然後伊想伊下咧是怎麼看是3-4秒款咯，伊驚咯，伊看冇一堆哦，無行。誒，我當今冚暗嘅 studio 嚇，我驚咯。我哋 office 咧，我嘅驚嚟我死啊！我慘啊！真係。我係諗話切好這所在。我切好咁啲上位啊，笑。哦，誒，特別我冇看啲這邊。我想你講，伊當今在啲黑邊，特別我冇看啲嘢喎。我看到後尾裏邊嘅驚人了哦，切號是哦，OK，我知影切號是切號是頂當時有遐旺嘅，當做。有啊。頭一道last year 嘅。還是見囡仔啊？冇啦，迄隻叫。OK，你是唔知咩 publicity 啊 marketing 嘅咩啊？唔是。哎是啊，還是見有來過，切號我捌拄過哦。冇面對過啊。OK，知道有攤拄咯啊？知道。啊！哎呦，攏看到我驚哦，那個灰，那我瞧個灰，哎呀，別瞧。昨一擺都對來就估。我聽到嗰間有聲。呀！你我看伊啲冰嘢頭啦，頭條啦，頭條下面啦。I know 啊，LECE，你 foil，你 duct foil infection。是啊。喲，我識驚啫。OK，但係就是每晚係咪冠軍冠？唔是莫代高拉冠。冇每一擺對來就估。我對到一個七號。4日啊？不，我12月19號嚟搞啊。哦。都兩禮拜去搞咯。你到邊呢？唔是啊？對我哋 Armenian Street 啊。哦，那家姐阿毛咪是我咯。你當今大？你隻阿毛？係咪是阿毛？阿毛啦，阿毛是。哇！阿毛寶。Cathy 啊。這邊啊？你看到？我看無人嘅聲㗎了誒。我看唔到 ，OK。伊是大。你曉講阿毛話啊？曉講福建話啊？係啦，伊就會，按照會。Because today 我看啲 Facebook 唔知係咪 post 講伊曉講阿毛話，是伊哦，啲目鏡啊。對啦。是啊。到啲伊到啲阿面咩？係啦。是啊。啲條主班嘅迄邊嘅邊啊。你應該做一個啲 Armenian Street 嘅。是啊。你同我講唔知物件啦，你同我講會曉講阿毛話，伊會曉講阿毛話嘅。我會曉講福建話。阿毛有講阿毛話啊。呀！我看變下條我嘅哇！我嘅見變你來面人做啊，就你所在啊。哦呀！誒啦，我諗做一個再加一間啊！我當見冇嘢，我咪做。我問一個阿美尼是做誒。阿美尼啊，只間人到誒冇啦，笑。我做阿美尼，講我做阿美尼做咩嘢？卡車店呢邊嘅卡車店。我會做隻 show。卡車店啊！講你是高檔店啊，高檔。你是冇得佢店㗎。我白佬咩？冇我 studio 啲邊。你係 studio 做咩嘢？我做 IT 嘅。做 IT 嘅。interior design。就是講行過迄個賣生丸嘅位，就是生丸就我呢位哦。我是對面擺講大白講嘅10間嘅。大白講10間嘅，就是有一間海南菜館嘅啦。冇海南菜館啊，冇我早卡車店邊冇買是條大白講一擺買卡車店，個頭毛店。
哈，對。我卡只點邊呀？古仔卡只。你去做鬼嘅告訴到啲阿咪呢 street 誒，係只會做，去啊，即係管住關啊，不對關，係咪咩過拉關嚟？我原本係講啫。你要見啊，鬼嘅爽。我見你哋往人食青菜嘅，往有鐳有大波條使你往食青菜嘅。時間一到，時間加未啲就嚟啦。我 feel 到你應該做 maybe 你嗌嚟講你就做拜啦 ，because 拜啦yang真係人有嗰啲係咪？阿咪人 got talent 啊，阿咪唔講。我真係怎麼驚佢是太濟人呢？哦，哎呦，我是要做咩？我是要叫咩錄音，錄鬼告訴佢咧，係做咩？冇鬼啊正，阿毛係鬼就啫啊。阿毛係鬼啊咩？哦，阿毛。你望飛字啊，望正佢睇啦，下立咯。結果呢位以後講㗎啦。嗱，你聽到我都冇聽你聲。你話講你舊雜波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Dream 雜波呀。係啦，雜波啦。Say hi。Hello。Hi。誒，我唔知啊，我有可能捌看過你啊，我不清楚啦。我住喺啲住靠我路嘅位啊，有一個人啊，伊本是一個頭家是阿良啊，就講水阿良啊，阿良我捌阿良啊。啊，我住啲阿良隔壁啊。哦，那啊，你看啦，各一邊快啲。我捌伊，我有時去嗰邊坐啦。我都袋一邊有，一邊坐啦。各一邊聽下點啊，好潮啊！OK，你咪講啲鬼。講呢句說，你到阿面呢書無鬼咩？係咪？冇啊，嗰啲人咁講，邊有鬼，代表冇 feel 到有鬼啊。你成日食嘢啦，阿明。冇啦，我買大無鬼啊，4年5年啊。哦。冇鬼啦，嗰啲人嚟講我係哇，你做鬼啊，明唔明啊？冇嚇，我多1年都冇數。哎呀，冇咱去做，若是講有機會嚟講啦，我驚講我做成濟物件 over commit 啊。啊，若是講有機會。好啦 ，if you A 啦 ，if you A。我 weekend already 滿了，我 weekend 是滿了。特別我若是講去一暝，成日講阿暝時候，人面 after dinner 啦，咱去邊食咧時，咱過去下邊娛樂，鬼告訴咯。會使啊。佢哋，是你厝嘅嚇？嚇？我睡嘅，actually 是睡嘅。嚇。but then 是 under 係你大伯講嘅啦。under 大伯講，咱講下咩事？是過去大伯講會叫人嚟叫人咯，咱講鬼個事。變鬼唔加嚟嘅。哦，就按下咧，可能有人報備。特別我問你，依下邊嘅厝是唔是老厝？你看你 studio？ 係是我heritage 有18年啊。哦，小。哎，咱 Kevin Lock maybe 哈？Hello。使啊，你教我仔啊。OK，我按照你仔。我講你阿明年3。哎，我代關事。佢。冇啦，你有我 email 你實 email， 即係有我 email 我。啊，我唔知有你 email 喎，到底。資料係 gmail.com 嘅。而且我咁我捌伊嘅。你話咩？你未看到我嚇？我看唔到咯，我嗰陣時。小英啊，龍。我唔知喎。小英。伊定當咪起來，有位記，伊樓頂嘅位伊房間，伊有一啥唔知咩太原啊，什麼河山咩啊？太河、山河啊，什麼嘢？山河。啊，山河誒！迄個是古早出租迄個大迄個古早單人誒招牌來，然後伊是100留落來誒，然後伊搬走嘛，2個，然後伊無，我是改我叫伊賣互我啦，然後佢有真久佢喺甲賣互我。係咪？現在就是路嘅當今。不，佢哋擺嘅，佢哋 signage。佢哋擺。阿 John， 我同你講，uncle 搬出去就過身啦。哦，你本來除咗啊？我唔รู้จัก啦，你阿毛名嘛就？冇啊。你冇阿毛名，你冇是嚟啊 ？Christian name 咩冇嘅啊？冇啊 ，OK。誒唔是啊。John，鄧冷嚟。啊，鬥嘅鬥，我物仔都食鄧冷嚟。我
不卡伊做前擺袂伊個招牌互伊嘛，我會記伊是有 collect 各種嘅招牌啊，因為不出跟咱拿伊厝看嘛。係咪？不出跟咱，我會記咱有小跟你厝咱看伊個招牌係咩物件，我佫會記咧，我有。我袂記伊人做了。我有 actually collect 淡薄成個 vintage 嘅物件，可能特別唔是 antique collector 啦，我是熟啊，你看。無你是啥 collect advertisement 嘅 signboard 是唔是？是咩？我會記迄個山河。我someone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him or not。河山還是山河啊？山河。啊，OK，我甲 email 咯 ，at the same time 啊，你會使reach out to 我啦，就是講我袂記係啥物啊，你特別咧，甲我講。你我有 WeChat，我 WeChat，我 WhatsApp 是啥物 ？WhatsApp 是啥物？你是講 WhatsApp 是啥物？你無 WhatsApp 你 contact 你就好。你記好啊！你嘛嗱，嘅變咗跟搭互人看咯，你嘛知影啦。你會使 add 我，特啲我會使 add 你本啊，特別我唔知。我當佢用伊就被搭咩嘛，唔是？你就會 add 掉好咩？當然啲 phone 係啥物？我啲 iPad 喎。我用 Google iPad 冇 WhatsApp 嘅 ，iPad 冇 WhatsApp 嘅。冇我就係特別我做，我被搭好嘛。send 我一 OK 我 send。我 send 你隻 email now，OK？ 你隻 email now，แล้ว你是你講我 number 上去，แล้ว你寫你記 at 我。會使。嚟啦，當入去講幾個數，等 make arrangement， 我個仔夾緊啊，阿龍唔到我買做幫行啊，我對佢，阿龍。特別你都冇講做咗隻物件，誒，臭落我本做咗隻物件，本做 hello。我知 ，but this is my fucking vacation。我當佢冇。但係你 enjoy 喎，阿 John。我 enjoy 是講我 time 計有限嘅，我計穿。誒，特別我同你講，一刀真係冇上咯，一刀我就冇上，因為往係你 poster 我是擺啲外口位啊。嗱啦，樓頂當然是 popular mega fair 咗。哦。所有20幾千人行去行落咗。有只一人看到你嘅 poster 咧，咪講誒，係咩物件嚟？係啦，夾 flyer 夾走去咗。哦，咁會使去嘅時候，冇屬於人嘅使去嘅。哦，即係報價誒山河就水嘅。OK，我9點鐘我嚟接你。哎呀，3俾一秒先名咪就咪咗3號而3號。OK，你咪3號哈，我今日個人換名個了，但係你攞卡簿我叫變咗叫伊學白機而。我叫學白機了 ，even though 你相似啊條機，是我叫學白機啊。3號。對。你冇有咩？但係你講大家人唔使來下咯未？冇好似未。會使，喂！如果會使叫我朋友 friend 去本嘛？會使，你使叫佢撮佢電嘅人朋友嚟嘅，會笑嘅啦嚇。我 friend 嗰啲會笑嘅。嚇！我 friend 有你撳賠本白咧。哦 ，long design 嚟，即係哦。對。你白藍藍。你白藍藍。唔白喎。藍藍我睇到仔名，我記啲係名佢都仔。如果特別撳賠500話啦，特別100話係 friend，我白啲 friend 㗎啦。撳賠真出名啊，真硬嘅撳賠。呢大沙是俾教員啊嘛。係啦，小我就是俾短期借教員咯。哦，會啊。我 friend 兩號去啊。OK，好啦，你拉個聯絡，我當然寄 email 下咯。我當然講人啊，講鬼啊。即係菜店啊。你頂住是講我笑掉，你特別講冇都紅險笑掉誒。是哦。就估冇講啊。我 OK，我只係講咗時下嘅，我只係打波。你應該3號嚟啊。我可能未來啊。你去吉隆坡接7號先嚟啊。吉隆坡特別3號嘅時我未對決定。哎呦，即係線。是哦，已經冇辦法。
往厝嘅等於迄個大嗰個叫咩？往厝嘅一個大小爺生日。哦。嚇！然後我家母係佢做生日嘛，冇辦法。這是你嘅小妹，你是啊。小妹啊？你小妹？嚇？小妹子嘅囝啊？對啊，我小妹嘅囝。我家母係做生。啊！一個頭生日嘅話，你解做生日。聽到你講嘅會立亂啊？啊冇啊，伊無聽，我點解有解講過嚟？伊無聽啊。OK。你見咯？你27號嘅事，你頭晚都聽到話人講佢哋吉隆坡都嘅。頭晚是無聽到過。OK，即係 episode 辦嘅時有可能是過去啦嚇，特別都落熱鬧，但是話講12月17號，我是講羅清14年嚇，唔是19年。羅清14年嘅12月17號嘅時，特啲吉隆坡嘅 The Cube 嗰邊嘅部長嘅為新嘅 Starbucks 嗰邊meet 1點下晡快樂。OK。阿 John， 波槍啊。波槍。波槍啊 ，is na Bandar Puteri Columbia Asia Hospital 嗰頂。OK。特啲嗰邊。我唔知道路啊，對住南西講呢。南西嚟載我去。我冇鳥講對爸爸們去。OK， 哦。OK， แล้วOK 嚟講到對龜。แล้ว你講對龜嚟。阿 John，sorry 阿 John。你做咩？sorry，頭先我講一半斷失去。is in Bandar Puteri Columbia Hospital 猜得嗎？鄭阿寶？嗰時隨在啊。你係講下 Bandar Puteri 你冇揾 number 冇？有個燒掉，兩個都冇換。但係我 WhatsApp 你快啲啦，睇下乜我 WhatsApp。OK。แล้วOK 嚟講龜你誒，猜得嗎？OK， 呢條就嚟。我哋看到你教授運動係都啲等於教授。只要我行市吹你呢條嘅，呢條係咩啊？教授嘅出面嘅。有你龜OK， 係有一個人伊無路去水厝，伊無路搬入去下邊無久爾，然後伊有一日就伊就看到因為拍衫是做外口嘅嘛。應該係講100蚊啊，120啊，然後冇包嗰啲拍晒嘛，應該拍晒就做厝外口嘅嚟講，國客機下邊。然後伊有一日是下晡，伊看到一個查某倒落去，拍晒下邊。老人啊，你是少年嘅，伊唔知是看到跳落去，還是跌落去啊？跌倒落去。就見咗走出去看，咁邊看到下邊冇人。然後伊就冇驚咯，然後伊就去找迄個厝主。伊問個真久啦，厝主咪講，然後伊個其實裏邊亂啲規矩拍掉伊問伊啊，伊找伊啊咪，然後後尾厝主咪就講，即係伊係隔壁哦，伊住下邊有人冇住下邊。然後樣是而且真係好嘅，然後有一隻樣小妹，然後係查某真極閃，然後伊就跳落去嗰度下邊，自殺死去。你看到迄個跳，你看到你查某跋倒嘅是到啲樓卡一站，是到啲樓頂嘅看到伊跋。樓卡。我哋話上一站嘅。然後叫後尾伊就後尾伊。他是冇搬入去嘛，然後伊就咪就咩要坐個下邊個咯，佢要 sign contract 嘅嘛，然後佢有無久一對表就冇搬入嚟，呢就冇講一條數啦，伊家講就講有看到物件是免去啊，還是咩啦，了，佢有無久哦，就喺度查某嗬。
你看到嘅吼是一個大波，在邊跳落去。哎呀！特別你看到係大波，特別不是上半都看到下邊大波跳落去，特別係大波咧是，走去看是冇嘅。冇看到冇嘅。哦，你點解要是攞跳樓嘅？然後我嗱叫做講起，我無論是就講，就是阿歡呢，然後後尾是去吹，去係講去吹嗰啲報紙啊，嚟吹，無論是就講叫是一個查某成跳樓落去，死咗喺伊紅滴心。哦。然後佢無估過後，然後伊紅不是大上就伊不是大邊跳落去自殺咯。然後跳樓一陣跳死咩？冇啦，應該唔是講條關嘢邊。冇，伊迄個是真，迄個是阿款嘅版本嚟關嘅。哦。了，佢也無故事哦，伊毋知迄個查某毋知一到伊去找到一個新聞啊。這是迄個出租號，伊有水，迄個即陣有水，伊厝號一個夾寶大。了特別係兩日搭，迄個夾寶咁鬧叫哦。本是。當時迄款有食白粉嘅了，食白粉嘅了後，有一日互伊出租發現到了，然後係兩紅，係一卡不好，係是殺死係出租了嘅。係就我伊，然後係就我就去解嘢，跟大伯講一條數，係係出租不是死了嘅。意思即是鬼嘅發覺到啦，鬼啊，佢條這條新聞啦。哦，我知道報嘢啊？唔是啦，即好似聽轉來嘅到台灣嘅。哦。台灣真夠大人嘅。全世界嘛有。台灣真夠大人嘅。即個豆嘅有幾個時間講啊？豆嘅。冇啊。我來聽呢。OK， 吉布茲個有嘛？頭第三年嘛，吉布茲講。吉布茲冇影掉，好5 minutes。OK。แล้วทิศ頭咧，ทิศ頭個有ทิศ頭，我就第幾個數？等陣個阿涵有啲阿涵來未？阿涵呢啲病。阿涵來啊 ！OK， 等陣啊！ทิศ頭等陣我學阿涵講就，阿涵有幾個數講？阿涵來。OK， so 我。3歲，我媽有一個 miscarriage 啊。你媽？然後我mother，我媽咪。我想話伊媽，3歲是媽個就 miscarriage。你 mother 啊 ？OK， 你媽。了我人就無拜迄個 fetus 咯。無拜幾年了，2 years later 我嘅 brother 就。was born， 了，伊會曉講話嘅時，伊教我人講，媽咪，你愛買較濟 toys 互我，因為我愛甲哥哥佚佗。了我人講，後邊人是你嘅哥哥，咧，伊 point 佇一個 empty space 嘅哥哥佇迄邊。哇！了我人就 start 拜伊咯，就買囡仔物件、囡仔衫、囡仔鞋。了 until 2 years ago 嘅7月半嘅時啊，我就望到一個大波囡仔 older than 我嘅 brother， 啲偷我嘅小弟嘅 jeans。偷你小弟 jeans， 你望到啦。了，我就問伊 ，Dude，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man？ 你我嘅 dream 裏面，in Cantonese， 伊講，姐啊，我冇心着啊下邊。就是安尼看我人較話愛拜大人嘅物件互伊咯 ，iPad 啊、電腦啊，啥物買互伊。因為伊攏直直拜細漢嘅物件互伊，了伊細漢嘅未穿了。你看咯，這是兩年前啊，2年前你望到。兩年前。了，這年前是你嘅小弟看到。伊2-3歲嘅時啊。即係about how many years ago 咧？幾年前嘅？幾年前啊，10多年前。
哇！伊有食18歲了咯，應該是。你看到嘅是差唔多安尼18歲，還是較細漢個？較細漢就是。我幫到伊是，迄個囡仔 around 18歲咯。所以少年家咁樣啦，是。你會記迄邊咯？我袂記，我知迄個囡仔甲我小弟相面。我唔知。了我甲我媽咪講，我驚嘛。了伊就講可能是迄個 older 嘅 boy。死嗰時嘅2年我冇幾長，我咪走了。我記嗰時嘅2年。咱講到嘅係啥？厝內人誒，咁唔是鬼啦，係鬼本啦，是鬼哦，是鬼嘛。是特別咧是厝內嘅人誒鬼。咁拍攝我未使講我故事都聽。做咩做？Because 我就是咱人嘅 gathering 佢後往 internet 有一個 show。我 director 講下面人本未使講嘅。OK，唔係，但你都講過咧，是個 start 落音是咪先嚟講咯？可能聽緊了。特別，你特別介紹叫人去嘅 show 咪對嘛？對本咯。你咪去咪聽聽咯。對，幾號啊？OK， 我同你講，咱人3號嘛。咱迄個是幾號啊？3號。迄個 show 是8號、9號跟10號。8號9，我到去新加坡啦。8號9號。8、9、10。對，迄個 show 咧，伊叫做 Live Sendirian Berhad Hantu。我是一個 series 嚟，我佢哋 series 單要做咗一道嚟，加一年係叫做 Live Sendirian Berhad，我是講 real stories of Malaysians。real stories of Malaysians， 所以今日講故事咧，本是馬來西亞人，係啦講嘅今日是真嘅故事嚟，讓家己親身去定關於講真嘅故事。有人講之前我有做過一個叫做 abuse 啦 ，abuse 就可能 call 到咯。even 有人講伊家己伊是可能 gang rape 過啊，特別伊本是期待去將家己過嘅故事講出嚟。係啦。一道嘅是漢都咯，所以特特你期待講嘅今日本是家己嘅故事嚟。你8月啊？你邊個8月掉？8號KL 就是兩人 gathering 嘅一個禮拜咯。特別伊唔是干那拜六呢，伊是拜4、拜5、拜6禮拜 KL。所以就是講，讓阿伯來往嘅 gathering 整呢，你會使去聽 KL 嘅聲，因為 KL 故事甲邊有淡薄無相，有幾那人是無相嘅。OK， 豆嘅福建話主要就簽咧，我聽唔到。係你是福建話嚟咩？你是豆嘅話。豆嘅話咧 ，yeah。豆嘅話聽唔到你 internet， 就冇話什麼諗。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ราใช้ที่อีกด้วย8號9號10號啊？對，8號9號10號是鬼嘅故事嚟。特別一鬼嘅 show 是講 English 嘅。用 English 講啊 ，OK。English 講嘅。到啲安怎會在 keepnangback.org 啊？keepnangback.org 對，係啦 ，KL 咧是 klback.org 咯。klback.org，嘅 Penang 嘅是 penangback.org。往 rehearsal 點時，我特人本是講家己故事，往 rehearsal 幾那道咧，樣嘅故事講得真好聽，所以讓人家去聽。真吉利嘅。發生喺新加坡還是？你喺新加坡對。冇。同佢講，你有點聲話，一人嘅 show 未做成，白白落去 KL 看 KL 嘅 version 咯，特別拼咯。是啊，其實直接要拍拼對嚟。我是愛很做，我是愛講早起去了，看了 show 啦，半暝就對嚟咧。阿龍，你有落來 KL 嘅 gathering 無？對我，你換車起來，阿無咱落去啦，豆嘅換車站對嚟咯。我坐巴士來喎，我應該是30號入9號加落去邊應喎。你到幾哪節啦？巴士啦，我坐巴士啦。OK， 呢個夠閃嘅咯，豆嘅一定要閃咩？到咗路嘢豆嘅。哇！我看有人燒路啊，有人愛燒我無咯，無咯。我到我厝咯。到住燒了咯。我看我嘅 friend 有對無對嘢咯。你到我厝我就是係喎。我個另外一 call 嘛，因為我去金鋪嘅 wedding 嘛，所以我到北海較容易。
哦。對啦，一人隻豆嘅啦。二棒咯，二棒單有。啊，唔，佢冇可能，impossible，唔係。二棒冇人過啊。tapi阿 John 啊，有時一企一處就冇多二棒，多頭棒啦咯。多頭棒。我攞咗轉啊蚊。幾二棒啊？定係幾頭棒？我隻頭棒，二棒都冇啊。你全部下面啦，一頭棒嘅加二棒啊你。阿 John， 你記要冇聽啊？對啊，我同你講，就買伊做伊 launching 嘛，伊斜嘛。係啦，我講，係啦，我騎嘛，我阿母咪咪騎嘛，我阿母咪咪騎啦，我講話，誒，見咩冇落伊咪都嚟啦，係啦，伊個笑就講嚇，哎呀，笑就講嚇，哎呀。我講哎呀，你抓了咯，出車就買來了咯。阿郎，你看 WhatsApp 無伊有寫嗎？寫咩 ？WhatsApp 你看伊 WhatsApp 寫咩名啊？哦，等陣我去看下。阿 John 啊，我同你講，你不到就是你去佚佗嘅話，你去沙拉瓦咧有一個所在你會記起嘅。要驚，得咯。我唔是，甲邊個講嘅？伊叫做西米辣椒。西米辣椒，西米辣椒，屌啦，真屌，西米辣椒。OK，等我學7號講到啲7號，今時下阿涵你講事情嘅。7號咧？這裡是 continue from 我阿媽係你歌數。OK。第二 part 啦 ，OK。第二 part 嚟講咧，我朋友這裡，你朋友，OK，講。但我朋友是 depression 嘅嘛，然後佢暫時伊 family 是真正，按怎講真正 harmonious 嘅，所以佢哋是第一刀拄着鬼咯，伊是講是查某鬼啦 ，OK，所以講我同樣。這幾年後啦，真係問題。咩歌？即係歌啊！你講得 try continue 講我俾講學大陸以來。會使。誒 ，why 會？that means 是that means 是攞情 headphone 咯，可能阿涵加7號情 headphone 咯。有啊。情 headphone 啊。有啊 ，OK，會使啊。continue 啊 ，OK，係。所以幾年後 after 佢哋 incident 咧，嗬，伊 family 是真係 financial issue 啦。所以伊 father 嚟講，伊家 mother 咧是佢隻瓜佬大厝。小妹，伊爸母就唔小妹。小妹真厲害到㗎，即下會使㗎，我隻朋友咧develop 到 depression 咯。哦。So after that 伊人是崩潰啊，伊 father 個 mother 崩潰。我當佢 father 是大白海，伊家 mother 白大當金咯。我當金伊人是大落後合併嘅。因為大落後合併嘅厝本是嚟自或者個樹，佢哋是 flat 嚟啦。所以有一暝困在伊房間，然後伊記了伊是半暝風險，半暝是吼伊。你知伊困嘅 style 是看視靈嘅嘛，一直困嘛。咁紅險伊感覺到一種嘅 presence 嚟講，有兩個白樣在頭前。兩個白樣頭前慢出現嘅款咗。然後伊看清楚哦，即兩個有一個是白色，有一個是黑色嘅。哎呦，我白機。Sorry。然後你看清楚嗬，喺啲兩個 figure 哦，兩個啦，有穿帽嘅咯，有穿嗰啲 hat 嘅咯。呢就係你黑白無常咯。多嘢嘅字啊！字筆，切入邊啊！切入邊。對頭前嗰陣，我慢背嚟，慢叫伊起樓頂嘅啫。淨係隨伊走嘅，可能你會驚。你看到真正明顯咯，驚起頭。如果是伊下陣時是 Christian 嚟嘛，伊唔是講只係 strong Christian 啦，特別伊驚咗去做 prayer 咯。伊講
Jesus come and help me, Jesus come and help me，安尼款咯。好，咁 after that a few seconds，佢哋攞嚟擺冇去。哦。誒，我每啷隻啊，我冇面明白嘅咧，唔係我們是 Christian，我冇明白嘅咧，切也白也是係咩物件嚟？我講嘅，我白啊。路落地嘅伊人最差都去，係嘛？花路去 underworld 咯。哦，安怎寫迄白無常，我要找看伊個 online image 安怎？我有啊，我有睇啲邊個福建嘅節目有時陣有人講到，我有伊個效應啊。哦，對，就邊迄擺，我唔知是唔是無常啊，無常啊。無常啊，無常。OK。無常啊。所以是無常常來啦，還是？等一下我。一個是，這個是哦啊，就是較懸啊，唔是較低啊，就另外是這個是懸嘅。呀媽，個驚你呀！我明明講掉一笑一個啲，一個人嘅feature。你話你看我看這隻叫嘅喎，so cute 啊！我看，我看這隻叫嘅我放我啷看，安怎放啊？ OK， 我去就啲咧，即 share 我 screen 同我看，我除咗幾難你嘛，只看只叫嘅看，只叫嘅係白無常喎，啊對哦，叫哦，哇，小 Q， 你也來正在係咪做黑無常白無常，我知動動誒。呢是啦，啲等等嘅了句子。OK，啲等等嘅，你去迄個暗啊，然後阿片啊，畫啲丁餅啊。誒，也是丁餅。丁餅。哦，我阿片就啲字嘅。哦。我去問人啊，人講雖然講伊沙拉本啊，伊人嗰啲做啊。哦，你去暗啊，伊個字加了暗加了嘅。哦。哇，伊暗嘅位暗是安怎款嘅嚇？伊是安尼啊？伊即件咯，即件。等陣我去找這個啦。我伫台灣喂，這就是，嗱，這個該驚啊，這個看到，這攏看到，喲，佢哋嗰邊，特別白潮嘅，你吹鬧嘅喎，我唔知咋，我唔知，這是特別人死是有下咩？有啊，唔是，第一人講啊，你過身嘅時，迄個腦咧，伊會顯大，出現大你嘅面前啊。我講你會落地嘅啊，落迄個。哦。讓傳落去啦。對。我咪都人死嘅時候，即個福建話叫咩？我白無常啊。啊，是哦。伊是講。無啦，伊是唔是無常啊？迄個氣候本聽着，等陣我看我查我字典啊，伊有寫啦。伊唔是伊個波調白啊。波調白，對。安怎波調白是安怎寫？安怎講？等陣。波二波嘅波咯，波比嘅波咯。波係咪白？調後調咯。報名去報名啦！到時你想，你報名，你地嘅是報名咧，報名。是咯，唔是報名嘅報啦，是報比嘅報，報比嘅報。報調白啊！報調後調嘅調，報調白。報調白。就出廿八廿本咯。出廿八，OK。因是攞嚟，阿姐講啊，攞嚟將軍嘅嘛，一個是生食嘅，一個是生還嘅。是還嘅，對啦。生還甲生食嘅。我看到有個是人裝嘅，伊是人死是下咧抓嘅，還是人裝嘅？啊對咯，因七爺咧是生食嘅，七爺咧是較懸。
較懸淡薄，係咧面愛，係咧白牙咧可是較 A 淡薄，係咧是較白，伊是白。哦，白牙㗎。哟，一人 disco。人 disco，OK，七牙甲八牙啦，七牙是白誒，八牙是黑誒，還是七黑八白？我俾七黑八白，一有個數嘅，有時有一個個數嘅啫。因古邦是白嘅人咧，做內嘅人。嗱七牙甲八牙咧，學白白俾，因未去，唔知去到落去一個橋為見面，因為嗰時叫橋為見面。係咯，七爺咧學叫八爺，我都成單隻成，伊小級話較教。係咯，天落河咯，天落大河咗。係咯，落大河咧學七爺咧學就去入河水啊。去入河水咧學，伊走過後咧雷公卡落嚟啊，伊嘅江嘅水啊，過頭滾啊。係咯，八爺佢唔走咗，係咯，特別以前佢較細隻誒，係咯，伊河水淹死伊。然後七爺咧夾河上過嚟，掛過嚟點先咧？七爺已經吹冇掉咗，所以七爺就隻極閃咯。係咧，伊度啲有會咧掉暗死咗。哦，所以入路啊，伊唔知按咗死嘅，我冇未曉啦。我就講伊是按咗款死嘅。伊唔是暗掉咧，伊是用家己嘅手將個夾家己啊。哇！所以按咗伊接到。拖出來咧。特別我哋學呀，不是。嗰啲學呀，伊是嗰啲學呀是임시咧，所以只有所以伊配到，就是人임시啊，伊配到是變學咧。哦。因為伊，我唔是白呀，是임시是個唔是學임시是白嘅。哦。我哋講拍屎咪就是愛 purple 啦，藍滿啦色啊。我哋講拍係鵝青啊，喺你鵝嘅就叫做切嘢嚟。係咧有時而家入落我感覺講，哇！你內下啲嘢感情計好呢咯，所以白刀咧嗬，讓愛你笑佢咧靈魂啊，能死鬼啊，讓佢掠，或者佢掠係咧，一時掠派人嘅就派人嘅靈魂咗。哦，所以你看到咧掠就是無好，伊是掠派人嘅啦。伊是掠歹人嘅，伊毋是掠好人嘅，掠歹人嘅。哦，咱應該袂使看到啦，別講我冇看對，我人就好事。特別，但係咱們講未 clarify 啫，咱們講七呀八呀，係七八還是七咩？七好七八八，七八八。你記了白啦，白是 P 嘅頭嘅嘛，白不是 P 嘅頭嘅嘛？白是唔追絲啊？白是唔追絲嘅。แล้ว伊較假啊，還是較假？伊較假。哦，較假。哦，較懸。哦，較懸。冇啊，哦，較懸，切嘅較懸。OK，所以是哦是走去到 somewhere 啊，แล้ว伊哋入河上啊，佢入河上啊，แล้ว A 唔追絲。哦，硬等咗伊。因為 A 唔追絲嘅，因為唔追絲，因為伊部追到伊頭邊啊，因為A 啊，伊部安尼。等特別硬等8號、7號。我咧成日講住山啊，7號嘅等8號啊，แล้ว7號是 confuse。係我未知 ，because 你就 interesting，但係咱講7呀8呀，我唔知係咩意思嘛。แล้ว有睇咩赤塊係咪？有啊，有赤塊。有啊，แล้ว有 audiobooks 啊。咱嚟使做咗，咱嚟使做咗。咱就講下7呀加8呀，我博無常。我白無常。但係咱講咩啊？咩波雕白。啲檳榔啊，對咯，啲檳榔8條路有一間波雕白嘅暗啊。有有暗咩啊？有啦，波雕白啦。哦，啲8條路，南京 road 啊。我去翕小影。去啦，去翕小影。你冇看到咯 ？OK， 我啦，不要緊啦。哦 ，OK， 但係就是人講7號講你看到咧，我白，但係是你7號8號來看到伊。OK，sorry 嚟接咗對。OK 啊，伊告訴我 continue 啊。
咱直直拍對講數。OK， 應該係做緊咩喎 ？Sorry for your interruption for educational television. This is educational. See what 7 and 8 year is. OK， 嚟講切入別嘢嚟講。OK， after that 伊是老豆啦嘛，係是個大漢是個老豆咯。所以同有時只是 mother review 可以一個 secret 啦，伊 actually 定到嗬。伊 mother 有做講 miscarriage 嘅。哦。before 如果是伊是對 family 是第一大漢嘅囡仔，所以 before that 伊應該有另外一個大哥是冇出世過。哦。成個大媽你講嘅成個漢嘅小弟咧。對。咁 after that 嗬，伊人是梅紅講咯，伊人攞嚟。伊爸母 before that before 伊人離開時咧，伊人有袂紅講是講，伊人嘅係個定到 miscarriage 嘅囡仔咧是冇咁亂。哦，冇咁亂。真正，按怎講啊？嚇種嘅。冤嘅係呐。冤咯，對了伊人咗，所以伊人嘅 process 咯。伊樣成個一直愛插亂樣啊，面。就是插亂咯，就是嗰啲亂，就是怪怪嘅物件對。哦，真係 miscarriage 啦，學嘅話，咱講驚拍架樓去啊，成日做咱人家講，特別咱平時咱講時係驚係拍架樓。係講成個 miscarriage 啦。後條冇聽。後條定得教我講啊，我未記嘅，落件啊。落件是 abortion 啊。有時講伊成個 miscarriage 是講落去。是拍架樓。落件啊 ，OK。OK， 嚟就嚟架樓。切頭架樓啦，架樓。切頭嚟講。就是喺你人講是講，介人講女人咧，就是愛學曬伊，就是愛每一禮拜哦，小物件可以哦。禮拜啊，禮拜啊。禮拜打呢款啦，小物件可以學曬，特別咧嗬，伊人是冇 practice， 伊人是冇上線。哦。所以一路來哦，我係朋友啦，你看伊哦，伊人哦是一直規日成日 depress，搞個當點時間嚟款呢度。哦。你叫你朋友學曬哦呢？我朋友唔知按怎做，伊按怎講是有 imbalance，emotion 就 imbalance。哦。大家當然我唔知是伊個咩物件，特別我見面入伊時啊，可是我冇感覺係咩事，是咁樣 normal 了。特別有可能係伊家己學曬伊個歌了，伊個可以別來插落呢。伊 parents 頭冇 ignore 你 advice 啊 ？ignore advice 啊！當然我唔知做咩事呢，講就是無關無插了，個當然伊本是未驚嘛，想咯。我諗點話正嘅喎，諗個就冇講過。等我個阿漢嘅講住你阿漢嚟。OK。So 我是等陣 sorry， 阿漢，你到邊嚟個？冇。你到啊 ？Australia。到 KL。到 KL， 嚟啊！喺radio我5號開工啊。我show 3號嗎？12月17號咧？我啲中國。對，但都冇贏，冇很疏。Next round 啦都對嚟先。OK， 嚟嚇，你一集會講對。OK， 我是SJKC 立行嘅迄個學生啦，了有一擺一個先生伊是過身了，伊過身嘅時是1 AM，1 PM。下晡1點。12點嘅時，下晡12點嘅時，伊教迄個 class 就看到伊對來 yellow call， 就去點名，啥物人有來，啥物人無來。OK， 特別1點4。伊死是1點，特別你講12點嘅是人看到伊對來有燈。伊個學生看到伊對來點名。了 next day 隔壁班嘅先生就入去伊死去嘅先生班講，
你人會先生死了，伊人講無啊，12點是個對來點名嘛。安尼看咯。哦。你意思係咪就是破病死還是 accident？破病死。哦，但係意思 actually 冇嚟啊啦，即係人家己看到嘅啦。把 whole class 看到哦，50個學生哦。哦。Must be 伊 before 伊去嘅時，伊講哎呀，我袂點名喎。哎呀。伊嘅 spirit 就去點名。等陣我每人看者，嗰隻每隻咧7夜8夜問題啊。OK。7夜8夜是你講無好人家看到嘛？咁係普通嘅人，I see 是看到，是咧未應該是，若是講你好人嚟講，你是無看到7夜8夜着。唔是？對，應該。唔是講安怎人死？氣體啦，氣體啦。安怎人死是個有係7夜8夜？應該是冇血啦。哦，冇血嚇。哦，你我想嘅是迄阿嬸嘅，燒阿嬸，燒你阿嬸啊。你係燒你阿嬸啊，你係 driver 啊，咁樣燒嘅，唔是7夜8夜嚟。OK。7夜8夜是往去暗嘅時，是到都要看到嘅啦，嚇。嗰時有時會做你大樓咗哎呀！七個事啊！咁成人講啊，七個事可能應該是會5本嘅。你講7夜8夜，但 means 個1、2、3、4、5、6夜個咯。唔知喎，特別夜就都加6噶嘛。我好似講有時講7夜8夜，一唔止隻鵝叫你，一個只有隻字加隻皮7夜8夜。個7.1、7.2。กูให้ตี呀！是啊，阿 John 啊，阿 John，我講咧，我就見咗，講咧見面，我見到條人。係啦，你個混掉你啊，看到我嚟講什麼是唔是係地呀 ？Hello， 時間夠了，我嚟坐你落去啊！你聽到你嗨一聲，哇嘅。係地下嚟啊！係地我知啊！我大講得知啊，阿龍。係地下真好正，哎，好正，真好正。我本身㗎。OK，咁我差兩條即係講講咗未啊？講嚟啦。OK， 我感謝下這禮拜特別嘅邊啊，真係留咗兩個學到，唔知講到幾個唔知冇幾層，咁看到怎麼你學白機嘅朋友嚟講鋪條，會唔會講咩講一個鋪條嘅？我係個講嘅告訴我不講過啦，特別就係講你告訴，所以我講過知道，我係個差唔多6尺高啦。然後伊個樓卡出水嘛，到啲即係MBA 嘅時，定得 MIA 讀冊，所以伊到啲樓卡大咧，講伊有一間罐，伊講兩面鏡，講伊擺落叫我講，伊講我擺你幾個咧去樓頂啊，樓頂是冇上 owner 㗎，所以講我擺你幾個咧去樓頂啊，有時下不拉真機嚟啊！แล้วอีตัวกวาดกูก้องอุจิแค่น้อยยังบักขวางกูจิแค่สังกัดรู้ในก่อนนั่นโลถึง838คอแต่พอแต่พี่อีพูเดี๋ยวตัวที่ทอค่าบุตรตัวที่ทอค่าไอ้สิการอันก้องอ่ะแล้วอีเหล่าติ้งอีตัวบุกาเหล่าติ้ง嘅人講話เหล่าติ้ง是無上嘅，最主要但無看對當淡薄啦。แล้ว時有一次時我個嘅朋友同學到教我講樣被搬啦，講別啊往別得閒，你講一咩但咩時看到一間大波係，你講成貴清白晒，差唔多成兩嚟講，你教我講鋪咗到啲頭殼，但咩但看到伊講，樣嘅咧啊，伊講特別佢青豆喎，伊成啊真好看，伊洗頭毛是水啦，清白嘅恤咧，白嘅褲咧。特別我唔知是係咪啦，特別我聽人講以前就好看啦。成個點都係成個女人好看係啊？成個辣陣鏡咧好看係啊 ？Sorry 啊，我唔知人嘅要 record 點制喎。做咩做咧？
我無去注意，我咧困，我無去關。你在紅險？我訂 Facebook， 我看到你 post 物件。哦，我想係啲人嚟叫你啊。是哦，應該是啊，係啲人嚟講啊。誒，比較學見有嚟講啲。No，第二個 week 我唔是咩，我唔知你係鐵渣嘛。我記住講話咯，就佢未聽啊。佢未聽話聽咗佢係個擺崩曬啦，崩曬一個來都得玩。OK，so OK，今次啊，即係呢拜特別嘅邊度是點啊？講特啲走去了學白記咯，然後個阿韓咯，加切河今時啊，然後即邊有一個布拉山雞不過來，個阿嬤，然後個有菜店啊，加阿龍，好啲阿龍，然後加嘅報紙，別個唔知道嘢。我到這邊。哦，然後個有豆嘅報紙，你對下乜對下別講哦，你明嘅講哦，講我自己見係嘛？啊，你我你講啊？等溫好等溫喎。你講。會使啊 ？OK， 這裡是我古早我搬出嘅故事啦。OK， 所以我古早我搬出我古早大 BJ 嘛。然後我 parents from 我公媽嗰邊搬出來啊過後，所以然後我接中學嘅時我就搬去巴生讀冊咯。所以我到巴生讀冊嘅時，starting 嘅時我能成大沙林大聲咯。沙林嗰邊嗰邊咧 first 迄個厝是那個環亞樹啊，環你都知哦。所以我人會meet，我人會共人哦，所以走去過後，我媽都那個邊啊，然後我媽都人無爽那個徛條個零零嘅那款咯，咗，伊可以看到啦，伊目睭影那款看到那個看到一個那個囡仔那走過就知哦。然後到尾人。然後到尾人就相信講是迄個共人伊走嚟是伊放大約到迄間厝咯。然後迄間厝所以 after that 我諗大本無久啦 ，because 幾那禮拜過後哦，迄邊就淹水啊，我人就講蠻大了，所以搬去巴生咯。所以搬去巴生第二間厝嘅時咧，即間厝咧就真正暗，迄厝哦，伊是那個陰啊！真正陰的話，佢唔要緊啊，只暗，你帶伊迄個伊個 kitchen 位哦，你帶邊煮食喺邊啦。根本是落早起伊個外口嘅日頭落幾門好喎，伊就是那邊就是暗，根本是黑黑嘅，你無開會看袂到嘅。OK， 所以我帶喺邊 actually 是無咩事啦，外口一個山野棧。所以伊個山野棧門摘掉迄個櫃咯，所以規間厝內面暗看袂到物件，反無講一個櫃咯。然後我人就到尾大差唔多一年甲加無事啦，我嘛搬出去後尾一排咯，因為伊厝較大嘛。我就搬出嚟，我係 teacher 搬入去，我有一個阿嬤先生搬入去迄邊內邊，你知哦。所以一搬入去迄間厝哦，無夠兩個月安尼款哦。伊生伊行樓梯哦，伊行樓梯，伊行起嘅時啦，一到第尾一站，一徛起去嘅時候，那個有人 push 伊啊，有人推伊啊，就拔到了伊手指咯。然後到尾伊馬上就搬出去咯。特別我人大後尾迄間厝哦，佢本是有事嘅喎。我住喺間厝 actually 是好貴嘅，特別後尾有一個真大嘅間。然後人講迄間厝真久無人住，所以我搬入去嘅時 actually 是無啥物物件。然後我住喺邊門好久啦，特別有一暝哦，我阿暝我細漢嘅時我真驚，你知哦。我驚鬼嘅，所以我起落啊，我達到規間厝開啊規嘅嘛。然後有一暝我困車，我生日半暝困車，然後我係落去樓下啉水。所以一行落去樓下哦，徛條樓梯位哦，我生日看到廳位有一個 purple colour 嘅花啊，然後
鋪掉 from 廳鋪去後尾迄個 kitchen 位。我估未講，迄時我估奇怪是，我估未驚哦，我看到了喎，然後我估落去樓下去開會，然後開會，迄時差唔多16歲嘅嗰陣咯，15、16歲嘅嗰陣咯。然後到尾到所以我大喺間厝本是無咩事嘅啦，是看到迄一擺爾咯。然後到尾 from 巴生，佢再搬轉來。我當今大嘅厝，我當今大吉隆坡嘅厝。迄邊咧，伊人就講後尾迄個羅浪街迄邊就有鬼，人講暗暝的時啦，有人行過啦，伊人看會到有白樣，咁走來走去嘅。你安尼款搬呢一道厝？我朋友甲我講咯，我 parents 是孟母三遷啊。因為我讀冊中學讀冊哦，伊搬去沙林，然後搬去巴生搬落島。哇，你嘛是插班生？冇啦，sorry 啊，我不是巴生人，所以 disclose 都不驚，嗰是 area。南方歌崗是唔是？歌崗了，南方對。個剛了，然後陣時嗰隻囡仔了，一個真正大嘅長嘅後背，是唔是？嗰邊有一個長來學長independent 學長來，是唔是？對，巴生地大間咯，專門打 boy 是唔是？係咪 ？Only guys school 是唔是？冇，大 guys school 嘅。我讀長來學長嘛，然後迄個長來學長咯，你住伊迄個班內面咯，你大致早起是看到對面網，有看到網嘅。迄邊本只幾個水啊，長內面。人家決定翻嚟我哋800萬咩？是唔是？對。啊，什麼呢個嘅陣時好了，佢就講到啲食。我係阿姑啊，跟住咪豆豬嘢。哦，嗰啲是巴生嘅豆嘅，成啲嗰啲是樣嘅厝人啦。我都有嘅作品，我頭嘅有一出嘢 ，OK？ 豆傾嚟啊，是豆鵝。我每當看，但係我去讀嗰啲切牙白牙嗬，我讀一下，伊時講有人講叫做大牙二牙喎，大白二白。用一啲特別人叫大白二白哦。伊講台灣叫切牙白牙，我讀你 Wikipedia， 對唔對？講特別，講把自己讀啊，真係嘅講啊，你看。我會使加一個故事，加一個故事差唔多幾隻，只啲嚟。我古早我古啦，講嚟。我故事伊有拜大一字啊，老細。好，那大一字啊是個切牙白牙上嘅嚇。應該是上嘅啩，我唔知啊。我白啦。有個我讀到我讀到人寫到學兵嘅啦，但係講我讀係慣嘅，伊人講我是因為伊迄時伊迄個飲水啊，然後伊因為買走啊，伊就拔掉伊家己大迄個橋卡位咯，然後伊水飲起來飲死伊咯，然後伊飲掉了，然後一頭拍伊規個人變烏去咯。然後迄個白是掉暗絲咯。OK，所以講是一個，但係是講一個，你知我唔知啊。冇像 conflicting stories 先特別 clarify 啫啊！嚟，anyway 講到對，講到對喂古星啊，伊迄時伊是安怎款？伊古早真伊是真上神嘅，但擺去看去梅神啊，嗰啲物件嘅，所以伊那個是點點去找一個跳烏白嘅。然後伊就可以，然後伊人就可以一個 statue 咯，伊烏白 statue 咯，都可以出擺咯。然後伊就擺了就擺 for quite some time 啦。然後伊擺過後，伊朋友去伊厝，
所以朋友去厝我講，你迄個真像真正水啊，所以我舊我伊是真正講義氣嘅人啊，所以伊聽到人伊朋友講伊真水啊，伊講安怎我學你啦。所以伊嘛學伊朋友去，伊朋友入邊去拜咯。แล้ว after that 特咩啦，我是聽我金講啦，特咩伊阿妹聽到連哪嘅聲。พลิงกันนั้นที่เรียนเสียที่เรียนนะแล้วเกาบุยยังจะไกลกว่าว่า唔知啦我 suspect 是講伊เกาบุย伊就迄時人唔敢解困到滯解困嘅人會聽到鐵嘅聲所以我是 suspect 講伊解決是伊เกาบุย去找學伯跳檔嘅檔機แล้ว去問安怎解決แล้ว係咪咯因為即一班我去伊厝嘅時候，我看到伊有排到隊咯。咁伊是安怎伊先伊個咧？伊係咪伊個先？伊一個細個 statue 攞嚟咯，一個我一百咯。แล้ว伊人伊家係咪是講伊後邊 statue 好像是放大地主講嘅嘢喎？因為人講可能是各地嘅迄邊啊。OK。好，感謝啦！我就講到對啦嘅。哇，今日學到嘅就是咧七夜八夜，我特別去 research 較濟淡薄，希望你本來是我會較了解就七夜八夜，然後到底個七夜八夜個有叫大伯二伯，唔知上人嘅事。大伯講咧？冇係大伯講是大伯講。咁你亂來大伯講是大伯講嘅，你冇上面見嘅。冇啦，我咪講是大伯講是唔是參隨都來第七夜八夜是啊？冇噃，大伯講是人咧，冇關係。OK。哎呦！講亂來講咯。我未曉啦，就係學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我不過報告個一道人嘅特別嘉賓咧，就是頭先冇人家講了嘅新加坡嘅報紙。ก็這位 producer 大家แล้ว優秀蔡姐媽拜拜個阿嬷感謝แล้วก็ปลาจันเก้มันก็ไลฟ์มาดูกันคุณแช่เอาไว้จีจิสกัด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กับชิดโหแล้วก็จะมาเจ้าขี่แล้วออกไปกี่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都在禮拜個再都來聽，แล้ว就感謝，就歡喜，就點能夠看到咯。拜拜。ว่าขี้คนแล้ว我未困啊。拜拜。好，拜拜走啦，拜拜。哇，咁點走啊？咁樣困啊？咁樣子。我困個內特別個。太多名，我做成名先嘅，知咪？我未記係咪 topic 嚟啊 ？sorry 啊。Winter 啊。Winter 啊。零天。OK。阿 John 啊，冚冷點放迄個日本嘅迄個小英啊？日本嘅小英得咯。Google Plus 會放日本嘅小英是冚冷嚟啊？唔知。都唔知啊？得咯，唔小英。你放京都啊、Osaka 係咪嘅小英？是唔是迄個來？是唔是日本鏡啊？日本鏡啊？OK。日本嘛？OK，我這邊看 Skype 嘅人寫掉，畢竟這邊看我個開過啊，聆聽啊。OK。